歌来念歌咯。昔时现文花女阵阵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过年啊？哪有？好牛逼，好牛逼，我不来去。麻婆汤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酥、心汤、鸡肉饭、卤肉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看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寿司卤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真好食。台语文学开心花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。伫台湾经济起飞的1970年代，真侪来自乡村的查某囡仔，为着厝内生活，离开故乡来到都市探食，牺牲家己的青春，牵成小弟小妹大汉。今仔日咱要介绍的这篇作品，就是咧讲一个台南咸水的查某囡仔去到台北食头路的故事。欢迎做伙来收听咱台南这位资深的作家阿胜先生伊的作品《对马西门》。阿姊，阿姊，安怎？什么代志？我头壳做少的，等者甲我洗头好无？啊，好啦好啦，等我这精神也穿好势咧。啊，你先将物件穿落好咧，我就咪来啦。春啊，阿爸，什么代志？你去街仔尾的汉药店，去甲恁阿母拆一寡药仔转来。阿母人搁咧艰苦。这毋知是滴着啥镜头，药仔食拢袂好，家伙开到要倒去，搁安尼落去哦，你迄两三个小弟小妹，恐惊无钱通去注册。朝门不餐的残剩阿伯啊，那得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意外，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着。欢迎光临。我有一位记者先生。哦，好，小姐这边请哦。你就是迄位小姐。你好，你好，请坐啦。那请问小姐要点什么？给我一杯小咖啡，阿麦参糖。好的，马上来。歹势吼，占用你休困的时间，来，这是淡薄意思，请你收起来。我袂白摕你的钱啦。我知影什么，就甲你讲什么。恁写文章的，赚的嘛是艰苦钱。好，多谢，安尼上好。小姐，您的热咖啡来了。多谢呢。
好，要不咱就来开始。我号做春春，我是台南咸水人。你知影迄个所在无？就是黄条庆的故乡啦。还阁有芳仔，真出名的。毋过阮兜毋捌放过芳仔，阮毋是生理人。当然啦，阮兜若好野，我即满嘛袂伫遮。较早还咧读册的时阵，逐年我拢会走去牛墟迄搭看芳仔，惊死人哦！19岁迄年，春春来到台北，庄脚的大汉查某囡仔，无几个好命，尤其是善食人，弟弟妹妹多，做人大姐的，拢爱想办法找头路趁一寡钱来甲厝内斗烧天。拄来到台北迄站，春春暂时就住伫姨婆的细汉查某囝菊阿兄。一礼拜过去啊，要是找无工课，迄天早起，菊啊问伊头路找了安怎？唉，看安怎找的拢是保险公司无着加工厂，也是餐厅即款的啦，薪水哦拢足低。啊，你拄来到遮也无啥物工作经验，会当找的工课差不多就是即款的啊，薪水加加4、5千，无通啊偌悬呐。无，你袂晓去西门町迄搭位啊，若有人搭红纸条啊吼，着甲看卖，无你较会当找着好头路。迄天我真正着去西门町四界扫，自到今哦，我毋捌看过遐尼侪物件呢。玻璃橱仔内底啥物拢有哦，我哪看哪迷茫。明茫讲，我将来要开服装店，要开冰店，要卖伴连手指。啊，无张伫，我听到一个查某人卖衫咧出价。这束安怎卖？你若有介意，算你8千就好啊。伤贵啦，6800好无？惊死人！我去应征作业员，一个月嘛才4500尔。迄站哦，有够自卑啦！我穿的裙基尾还阁破过咧。迄暗，我伫西门町洗到种晚才回去。春春，啊，你今日哪会遮晚？害我烦恼一个。啊，有找着石头无？有啦，有问着一间，叫我明仔载去面试。哦，安尼真好啊！做啥物的？车衫一月里4500。休2工啊，加一顿。哦，台北的工厂吼，行情差不多拢是安尼啦，袂要紧啦，暂时先大。啊，若有较好的吼，则阁换啦。迄站我还细汉，较无胆，阁简单想要趁钱寄转去厝，烦恼钱烦恼到要死，啊无法度，也是勉强找一个工课，先有收入较要紧。啊，叫伊啊，这段时间哦较歹势啦。啊，等我领薪水，我才互你厝税。啊，厝税的代志先莫烦恼啦。我做阿姨的吼，照顾你是拄啊好尔啦。无摕嘛无要紧啦。袂用的啦，阮阿母有交代，伫遮甲人作做哦，一定爱摕钱互人。唉，只不过阮阿母的身体无啥偌好，啊，小弟小妹。拢还阁咧读册，大部分的薪水哦，爱寄转去厝里，可能剩无偌济啊。啊，济少无要紧啦，等你若较量的吼，再阁互我就好啦。啊，你家己嘛爱留我所费通开。啊，叫伊啊，真多谢你呢。我一个人伫台北，袂输孤鸟插人群，若无你甲我照顾，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啦。啊，家己人毋免说多谢啦。反正吼，你工厂先带看卖，啊，真是若做袂来吼，我才报你另外一条路啦。
你甲录音机放较偏仔的好无？哦，歹势，我瞧一下。好，来，请继续。我会晓种作，残忍的工课差不多拢会晓做，厝边隔壁拢学了我真后。即马翻头想倒转，唉，感慨万千。我较早逐工天袂光就起床，饲鸡饲鸭饲猪煮饭扫涂骹兄烧水。我定定嘛坐伫灶前黑白想，我想真多，想家己的将来，想水衫，想学校的查甫同学，想足多。简单老母的病甲大学考试这两条代志，无啥家去想。迄站你敢无想要等于下港？迄站拄来台北，真够想东想西，常常去西门町踅街，毋过拢毋敢开钱，钱爱寄回去啊。看人穿好食好，足欣赏的。我自细汉到18岁。较看嘛拢是青菜啦、鸡翅仔啦、猪仔啦、枣啦，遐个装卡物件。即马看到都市的物件，遮多搁遮水，逐项嘛想要买。迄时阵的春春，定定迷茫着，家己穿一身礼服，骑一只白马，是安怎要骑白马咧？我伫阮庄口有看过一张电器行的海报，一个查某囡仔骑马，真水真水。足侪查某囡仔唱歌电器，烧钱要送互伊，我印象真深。经过西门町，所有的人拢干那看我一个。尾啊，我甲白马换做白轿车，所有的人共款拢咧甲我看。不过实际上根本都无人插伊。除了一个介绍春春啊去事务所遐的朋友，迄个朋友40岁啊左右，做建筑的，定定来甲看。伊有一台足歹的白色的轿车。我承认，我有淡薄仔贪虚华，我才几岁，但是为着小可爱的虚华。我付出上大的代价，我接受伊，就是他拄仔讲的迄个人。我渐渐有一寡破烂心衫，最后我有心啊，真毋捌细数吼。我也无爱甲你讲伤济，总是伊毋敢担当就对啦。伊互我5000块，互我家己去摕囡仔。自迄站开始，春春啊，就无啥敢等伊下港。老母过身的时，伊去庙会啊借钱，甲老母办丧事。后来老爸破病，逐暝春春啊，就想着小弟小妹迄款无奈的表情。叫伊啊，歹势啦，这个月的厝税。搁互我按一个好无？无要紧啦，啊，恁兜即马长欠用，你加寄我转去斗烧天啦。是讲啊，你一直安尼落去嘛，毋是办法啦。叫伊啊，我拄来台北的时阵，会记得你捌讲过，讲若真正做袂来，你要报我另外一条路。对啊，啊，你遮尔少年，搁生做遮尔水。无行这条路吼，实在拍算啦。哎呀，吼，你对我来，我介绍你甲陈妈妈熟悉。我迄个亲戚叫伊啊，拢甲下港的是大人骗讲，伊参人公家咧做贸易，其实伊是伫酒店咧上班。落尾啊，我听伊的话，唉，迄当时的心情我讲袂清，只是一直咧想，这世人去啊，去了了啊。
这间咖啡店我较早捌来过，有一寡甲我做工作的查某囡仔。甲你做工作的，你哪会看会出来？哪会看袂出来？因拢伫固定的一间咖啡店咧等人客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佮甲我叫一杯咖啡好无？好。维特，麻烦一下。对啦，你会晓无？要点寡物件来食无？要无，你甲我点一份三明治好啦。请问先生需要什么吗？佮互我2杯烧咖啡，1份三明治。好的，请稍后。我捌去算过命，算命的讲我是金新妇，迄是一桩偌钱的代志啊。迄站我已经开始做啊。算命的讲你啊，金新妇哦，免做工课，食穿嘛免烦恼。哼，这是啥物命？我见小明灯人。尾啊，就毋敢搁去算命。迄当时做乌的宾馆，广告拢是写工商佳丽陪你谈心，清纯善解人意。内行的一看就知影。第一遍宾馆的人叫我去，我正经是皮皮喘，规身躯皮皮喘。阮胭脂毋敢抹胶，照自己找着迄栋大楼，坐电梯到人客门口，煞无勇气去甲弄门。春春啊，坐伫楼梯口，就想要紧转去，伊的骹手尾是冷叽叽。我坦白甲你讲，迄站我已经毋是在世的。你着毋知我偌惊咧，所在青昏，大门也青昏，查甫人搁较青昏。受着老爸咧破病，小弟小妹爱读册，坐偌久，我嘛袂记得啦。总是有入去就对啦。经过遐济冬，春春啊到即阵。犹原想袂起迄个人客生做啥物款，敢若会记你趁3000块，转去套房，哪洗身躯，哪好。甲我即张比起来，18、9岁以前有够幸福。人着这矛盾，我真少年较早装较爱想我，少年社会我嘛袂晓讲啊。4、5当前的代志哦，着感觉足久的，嘛想无啥会起来。其实我这几天常常在迷茫，足奇怪。我梦着共一个梦，我骑一只铁马很细命大，有人伫后壁咧甲我叫，等衫互我，佮雄雄看到小弟小妹就锁啊等互我，我伸手要去接，最后我伫一个真大的城市停落来。规家路拢是银票甲金仔，我将衫脱起来，掀开，将银票撒起来，包做一包，摕互小弟小妹迎接过去。煞见我的身躯大声喊讲：“阿姐，你哪会无穿衫无穿裤？”原来是眠梦。
要坐开往高雄济公号列车的旅客，请伫第一月台上车。有一摆，我接客接煞，雄雄想要回去，我坐夜行的入门了后，阿爸，春啊，转来啊，先去食下袂？食啊。哦，啊你煞转来拄啊好。顶日啊，隔壁庄王阿东洋人来讲因第二个今年28还袂娶，这互你看好无？哈？你卡网内面的物件拢落出来啊啦！阿爸，我捡就好啦。胭脂水粉要遮济，你即阵啊伫台北摊较有食吼？咦？这什么物件？阿爸，这个月，这你冇看过哦？唔捌啦，我这庄稼人要倒位看这种物件？阮阿爸将咱伫涂骹的沙裤捡起来，我一个看，惊个强强要昏倒。毋过，我讲你敢要信？阮老爸真正毋知影是啥。过顿工，我甲弟弟妹妹咧开讲，18岁小弟讲起都市种种的代志。阿姐，报纸顶悬定定咧看台北的消息，即个吸引的代志呢。听讲即马台北啥物无济，基路上济，敢有影？敢有？我毋知影。报纸逐工拢有咧看，讲遐个基路虽然价敢若俗女，但是若看到钱，伊就双脚开开随财利。敢有影？有影，我是基女，有啥好讲的？我真下贱，才不会出钱地因子。春春啊，走去米莉灶骹，偷偷啊流目屎。伊看到真久无咧用的灶，灶顶有滚水管，有电锅，有真济较早买袂起的新的物件。伊挡袂牢，山吼出声。我就亲像灶空的茶，甲人喝烧水，互人洗身躯。煞尾，家己就安尼化作灰污。春春想翻头，伊细汉的时阵，嘛是逐日伫灶前咧喝茶。无几年，一个庄脚查某囡仔，即马变成一个妓女。迄阵定定甲伊哥哥甜，叫伊甲伊洗头毛的弟弟，即马讲话袂输刀啊，咧甲伊挂。春春小姐，你为恁兜的人付出遮尔啊济。你家己的将来敢捌打算过咧？我，像阮这款人，有啥物资格甲人讲将来？其实，春春啊，伫咧1年当前，有交到一个真好的男朋友。伊是一个小职员，接写诗，嘛发表过袂少。顶个月才出一本诗集。不过，伊从来毋捌自称家己是诗人。3、4个月前，我甲伊扯啊，因为到尾啊，伊知影我的底。本正我真无爱伤害着伊，但是爱情，要安怎讲呢？春春啊，甲伊交往要2冬，伊毋敢互伊知。心肝真艰苦，逐摆伊介绍朋友互伊熟识时，
春春的心肝头都噗噗醒。我惊对方是毋是捌甲我叫过啊？唉，你看，即款日子过甲偌矛盾。我知影我无应该去爱伊，即马伊大概嘛真怨恨我。凡事伊要，唉，怀弟走啊，袂过来找我。像阮即款查某囡仔，连爱情都会互阮目乌去。其实你还阁少年呢，将来一定阁有机会会当拄到有缘分的人接到啊。哼哼，阮庄骹有真侪班机会，花开的时袂输火咧，水甲互人看到强要流目屎。我真爱班机会，高高啊，搁重重啊，咱咧涂骹拍一声，我搁较毋值得班机会咧。学生时代，我伫班级会卡做出侪梦诶，即马啥物美丽的梦拢毋敢做。将来咧，我家己嘛毋知。你今日找我来，嘛会使算你有勇气啦。啊，茶菜敢有够？希望无互你食亏吼。有啦，你讲真济，已经有甲我写啦。甲阮即款查甫囡仔坐伫遮，会惊恁某看到无？袂啦，伊知影我咧工作，袂学袂想啦。我虽然是即款查甫囡仔，毋过我毋是啥物互你精。讲实在话，做即道的。真侪查某囡仔本正就无正经，毋过每一个做即道的查某囡仔，伊尻川后拢有一个故事，啥人会了解咧？我看你即块录音带嘛，得要用了啊！我的故事大概就安尼啦。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想要转来去啊。你是咧几岁？哦，我姓林。sam无林哦，林先生，好安尼，我要来去啊！上完念要到，我要早一寡钱转去。你知无？阮庄骹的人讲，芳仔放愈济，愈辟邪呢。阮小弟无爱信，毋过我咧想试看觅啦。迄是我自细汉就咧迷茫的代志。我老实讲，敢嘛简单，即个梦会当实现啦。啊，好啦，我来去啦。好，多谢你，村村小姐，顺行。是嘞，多谢你，再见啊！再见，顺行。迄个中昼，春春啊坐踮公园的班机会卡想代志，想啊想，煞困去，做一个梦。伊梦见甲一个生做正身较早迄个男朋友的人结婚，伫婚礼当中，新郎大声念歌诗互伊听。你讲咱是麻糍，规工念滴滴；我讲咱是乌圆，千切嘛切袂开。梦中的春春啊，真快乐，穿一束真白真响的新娘衫，烧酒一杯搁一杯灌落去，一直甲人细声。
真侪囡仔咧唱歌。雄雄一个人真大声喊讲：你这个正人懵、正人困的唔食查某，竟然还想想要让人做新娘，唔知见笑，我拍你醒！我唔是。迄个人哪内哪用目接甲破，春春啊惊甲哭出来，新郎面色拢撩去，伸手要甲春春啊拍，春春啊赶紧走，听一只铁马下细命大。到一个12路口的时，雄雄有一个老阿婆牵一只白马赶来，叫春春啊骑起哩，一直走。奇怪，走啊走，头前愈看山愈亲像西门町，抬头一个看，有一个看板挂伫电话条啊，顶悬写“爱钱落马”。哈？什么？爱钱落马？春春啊惊一条，按马顶摔落来，就亲像慢动作同款，稳稳啊伫半空中踅一连，头壳去弄着石头，精神过来。一蕊番薯花拄啊好落伫手林。